什么時候看不行？老奴擔心啊，這兩頭都落着了，等於這兩頭都沒落着，最後還是把玉鋸開，一切踏實。老東西，你這什麼意思？你呀，有話窩在肚子裡。老奴鬧不清，大王這一招是幫了誰呀？幫了寡人自己。可交房殿那兒，今晚上恐怕誰都睡不着了。走吧。大王，您這是要去哪兒？交房殿看和氏璧去。是。皇后，大王來了。臣妾拜見大王。免禮。當兒睡了。淘氣了一天，用過晚膳，早早就睡了。前朝事務忙，總不得空過來。臣妾知道，今日大王能來，讓臣妾高興。知道王后和芈月得了稀世寶玉，可喜可賀。寡人特意來交房殿，一睹寶玉風采。珍珠，是，快把和氏璧拿過來。是，大王。周有砥礌，宋有节錄，梁有玄稠，楚有合蒲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可惜這匣子有機關，不能將玉從匣子中取出欣賞。竟有這種古怪事！果不其然，儘管得了美玉，但打不開這機關，猶如霧裡看花，難免有些掃興。因為有了這隻匣子，寶玉受到挾制。這塊玉仿佛是你的，但又不像是你的。臣妾想說的，大王都替臣妾說了。昨日，王后提醒了寡人，玉姐有緣人。你們姐妹，誰能把這個匣子上的機關解開，大概就是這和氏璧的有緣人。既然這玉在你們手中輪流掌管，正好一人一日去解開。解開者獲玉，這應當算是公平吧？大王主意甚好，臣妾與月兒原本就是姐妹，無論誰輸贏，都不會傷了姐妹情分。王后說的是。好。奴婢看，這是一隻老虎。當然是老虎，讓我數數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這老虎有9個腦袋。有9個腦袋的老虎守着這塊和氏璧，這是不是說，如果沒有9個腦袋，就別想解開這個機關？也可能是說，得9個腦袋一塊想。哎呀，這個太難了。我才看了一會兒，眼睛就花了。珍珠，去找永相令，讓他把宮內外最好的能人巧匠都找來。大王雖說讓我和芈月分頭動手，但沒有說不可受他人指點。況且宮外見多識廣的人多，總有誰能幫我打開這個機關。是。八字。
這2日，王後那兒人來人往，因為有賞錢，宮中一下子冒出不少自稱懂奇门遁甲、阴陽五行的能人，不知這幾位又是什麼路數？函谷關刚刚開戰，假若他們真的懂奇門遁甲，何不到函谷關去排兵布將，軍功授爵得賞祿，還用得着為這幾個賞錢絞盡腦汁？他們人多，或許能撞上呢。解機關又不是打狼，人多就能保證贏的。我看你呀，倒是不慌不忙的。我們走吧。夫人，米八子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你去说，今日我身子有些不舒服。是。姐姐，姐姐不必多礼。妹妹一直牽掛姐姐，卻總沒來探望，該向姐姐賠罪。八子，快坐。姐姐如何不舒服？前幾日我腰着了風寒，酸酸的疼，並無大礙。那姐姐不妨試試妹妹一秘方，用那山裡的石吊蘭和杜仲煎水，早晚各喝1碗，3、5日後定有成效。此話當真？奴婢腰疼時，八子就用這個偏方給奴婢治病，真的很有效。這2種草藥都清毒祛濕，又隨手可得，用起來方便得很。那我今日就差人去弄，如果治好了，當真要謝謝妹妹。姐姐太客氣了。彩綠，快去太醫院按這個偏方把藥抓來。是。我聽說大王讓你和王後分別去解那碧玉匣子上的機關，姐姐猜你應當天天忙得很，怎麼得空到我這來閒坐？做事若高下在心，事半功倍；若心中無數，則事倍功半。姐姐是宮中唯一知微知章之人，妹妹到姐姐這來閒坐，定不會空手而歸。妹妹謬讚，磨刀不誤砍柴工。妹妹的意思我懂，那和氏璧的匣子我看過了，實在是過於奇巧，悟不出個頭緒來。記得我兒時在楚國，曾見過公輸班做的竹藥，輕巧活絡，不輸真鳥。這幾日我翻看墨子等書籍，還知道公輸班做過不少精妙之物。我想那匣子會不會與公輸班有所瓜葛？公輸班早已駕鶴成仙，不過